好，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WI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腾霄，我是蔡志贤。这场比赛呢，杜满还是哈萨克族的选手是我们的红方啊，另外呢，来自蓝方的选手呢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丹尼尔啊。两位的年龄呢，一位是杜满是20岁啊，丹尼尔是23岁，身高呢，杜满稍微高一点，1.75米，丹尼尔是1.70米。好，这个杜满上周打的比赛的时候，他拳法表现的不是很好哦，主动性也有待加强，但是今天表现的还算不错。但是他这个丹尼尔对手来者不善呐，就是他拿下很多这个 MMA 的冠军。好，但两位呢，在我们这个武林龙中队当中呢，目前呢都是500分的积分啊，这都是基础的分数。全年的比赛谁能够夺得金腰带呢？是靠你这全年的战绩来给自己来增加积分的。对，两位都是哈萨克族的选手。是啊，但是呢，这个杜满是我们中国选手，是哈萨克族，但是呢，丹尼尔呢，这国籍是哈萨克斯坦。是的，他们共同的偶像就是军马别克，是他们的这个英雄啊。这个目标是这个偶像呢是一致的哈。对，那我们的丹尼尔他拳腿膝抱摔由远而近，一气呵成啊，打得相当的漂亮。那过去不论在站立或地面都相当的强悍。那不过我们丹尼尔他有个短板，在第2回合的时候他的体力就会下滑了，到第3回合啊，那就更是惨不忍睹啊。所以杜满可以好好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是，所以说呢，这个第1回合看看是不是能够这个保存好自己的这个战斗力啊，然后在后2个回合当中寻找战机。当然，这个从丹尼尔这方面来讲呢，如果说能在这个先期啊占领优势，那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打算。对。那该丹尼尔做一个腿法，那是以前李小龙擅长的一个截击腿用后脚往前做一个截击。对，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啊，刚才正好说到了，正好这个动作也出现啊。是的。这个腿有没有用呢？其实好像只有吓人的作用了。这个有点像这个打仗当中的佯攻部队，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哎，我们看这一下，好，这个抱摔可能被识破了。因为已经被杜满抢到了腋下。对，起来右肘，起来右肘。这样的话，杜满双手呢直接这个在这个腋下呢阻止了这个丹尼尔的这个再往下这个探位身位啊。同时他的另外一只手在挡丹尼尔的膝撞。但是呢，他的教练跟他讲，手拿起来用肘跟他换的，跟他开肘啊。对，因为肘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的。好，现在有点僵持了。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这观众啊，在看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看我们站立格斗当中这样的来回换拳之外啊，两个人近身之后，尤其是进入到这个缠斗阶段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看他们的一些细节，一些小小细节的处理。有的时候呢，一个变化可能就会不一样啊。是的。在拳腿方面，其实杜满都有留力啊，他没有完全的发力。对。杜满开始学他了，来个后脚的这个现学现卖。是。好。其实两位这个打法也都是大开大合，非常漂亮。其实双方做组合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在打 MMA 的时候，有时候做太多的组合会给对方一个下潜抱摔的机会啊。对，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单发点放因为怕对方一个抱摔，要赶快做抗摔。对，出招之后马上要收，对，不给对方留空间。是。好小子。这一下其实好机会啊。对，好像有踢到了这个丹尼尔的头，不过被他硬顶过去了。看看另外这个膝能不能顶上去，好，再用手打，对，击打，加油啊，杜满！继续击打，来看杜满会不会想在下位做三角锁，但是呢，只锁住了身体，对，并没有锁住这个脖颈这个位置啊。是的，锁住身体，这样的话呢，这个作用不是特别大。对，是封闭式的防守是最基本的。对，防止对方爬到了7成位。对。因为如果一旦这样的进行阻挡的话呢，再往上去那就非常危险了。对，就是对方的大腿骑到你的胸口的话，就差不多完蛋了。对，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完全等于是这个阵地就丧失了。20秒。我们看，试图要这个，对，试图要反。脚踝锁，小心小心！脚踝锁对脚踝跟膝盖都很强的一个杀伤力。你看。有10秒，还有机会还有10秒钟，看能不能有发挥，继续击打。好小子，没事，还有3、2、1。哇！
好，现在呢，杜满和丹尼尔呢将会进行第2回合的较量啊。在上一回合的这个结束的阶段啊，双方呢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缠斗的状态。是的，现在呢，第2回合一来，又恢复到了刚才这个站立式对垒的这样一个方式。对，说到缠斗的话，杜满曾经他完成一个帅气的站立裸脚。哦，站立裸脚就是对方背着他，在后面把对方勒昏了。这个呢，这个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和精彩。是的啊。根据比赛的这个发展，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特别让我们惊喜的一些方式，运动员的一些随机应变，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招数。对，而且在日本的这个 shooter boxing 啊，就是像 Andy Sauer 会打的这种比赛啊，就是站立式的一个综合格斗，他们善用的技巧也是站立的背后裸脚。现在我们看，又身体给圈住了。对。现在呢依然是跟刚才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像啊，就是杜满用这个双腿呢这个阻挡住，不让丹尼尔再往上这个移动自己身位。哇，又开始用脚踝锁了，第2次反转了，第2次来，这好像更痛啊。对，好像是上一回合这个结尾的这个重放啊。好，这双方都在翻滚，互相都扣住了对方啊。但是后扣的是比较没机会啊，因为对方已经先下手了。是。这个双方在这个非常狭小的这个空间当中来角力啊！对，他只能跟着他转，没错，是不跟他转，你的脚就完蛋了。对，杜满在捶对方的胫骨，但是没有用，没有用啊！那个地方非常这个身位转过来了，看能不能压制住。打好背。但是对方继续击打头部，对，继续击打头部。对方拿不了背啊，因为对方的左手勾住杜满的脚，对所以拿不了这个手在这边了。对，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左手啊扣住了这些都可以，但是呢有一些规定的动作是不能用的。对的，比如刚才说的肘击啊，肘击这个后脑啊，包括这个脊椎啊都是不行的。对。好，现在我们的杜满被盯到了笼边，是，那看看能不能逆转回来。想要下身位，要抱，还是没有成功。成功的挣脱了。好，现在重新从站立开始打。现在的扫踢，换成正向打，换成正向踢，换成正向。继续抱单腿，还是想用这一招啊！好，有用，这回能不能成功？成功了，成功！直接放倒。我们看，然后进入到地面。对的，那很快会被骑成，已经骑过去了，溜过去了，要上来了。哎呀，杜满竟然没有防住，完全不设防。这一下这个失误太糟糕了，这个就非常困难了。对，接下来又被裸脚了，一连串的失误啊！兵败如山倒，现在直接真的很危险，锁住了这个脖颈的这个位置啊。是的，这个就非常困难了。哎呀，这个是。不好锁是但是，他的左手不要放到头顶，所以因为放到头顶，所以会被杜满拉下来。对，这是一个比较不恰当的一个背后裸脚的位置。对，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合理。对，所以说你的手要藏在杜满的后脑那边，不要放在头顶，不要让他发得上力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不利于你的整个这个进攻了。而且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拳套啊和我们看到的这个自由搏击的拳套，刚才大家就能知道为什么说。给我出来了！这一下，但是这个位置应该不太好做。对，这个角度有点别扭，有点发不上力啊。对。那我们的丹尼尔还是不想放弃。这下哇，这个已经拉直了。南风手臂10字步降服，有请吴立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获胜方是来自哈萨克斯坦丹尼尔。你觉得？